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 System Daddy。今日想試下3個免費嘅 AI 語音生成工具。第一個 Speech NA，第二個 Love Voice AI，第三個 Natural Reader。我會示範點樣使用3個工具，同講解佢哋嘅工具嘅特點同好處。第一個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 Speech NA 呢個文字轉語音生成嘅工具啦。咁佢操作非常之簡單，主要係得一版俾你去運作㗎。建議預設用翻佢英文版本啦，因為測試上咧覺得英文版本咧係比較冇太大嘅問題嘅。佢提供咗好多種唔同男女聲啦嘅設計啦。我哋國家語言咧都有超過60種㗎。我哋簡單揀翻香港啦，香港又主有2個女聲同1個男聲嘅選擇啦。佢成個網站咧講明係唔需要任何付費㗎，你可以安心使用啦。去下載咗係 MP3 檔，直接俾你上傳去啲平台啊、社交網站等等啦。我哋簡單睇下點樣操作啦。因為示範，我直接去複製翻一啲新聞嘅文章啦，貼上喺呢個 text 嘅 box 上面啦。音調上咧可以控制佢停頓慢啲啦，佢嘅高音低音啦、速度啦，同埋佢嘅聲線大細聲啊。我選擇女聲啦。跟住入咗佢一個數字嘅驗證碼啦，就可以直接按生成件。佢產生嘅速度咧，亦都係非常之快嘅。我哋可以聽聽個效果啦。中年好聲音3決賽今晚11日，假啟德體育園之啟德體藝館舉行。除了終極7強張雨晨、黃渤、李金海、趙俊成、劉洋、占士丁丁以及陳子瑩外，為隆重其。如果覺得 OK 理想咧，你可以直接去撳下載件啦。咪就有個 MP3 檔啦。我哋今次試下個男聲啦。喺啲設定上，我哋將佢個速度調快少少啊，或者佢聲音嘅音調咧係高少少音啊。OK 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儲存呢個設定啦，下次使用啦。簡單入翻去數字嘅驗證碼啦，跟住就揀一個生成件啦。佢好快咧就會產生翻嗰個音樂檔啦。我哋咧就可以聽下個效果啦。中年好聲音3決賽今晚11日，假啟德體育園之啟德體藝館舉行。除了終極7強張雨晨、黃渤、李金海、趙俊成、劉洋、占士丁丁以及陳子瑩外，為隆重其事，無線傾巢而出，安排旗下藝人、講者、中年一、2生及聲夢成員齊撐場。第二個想介紹咧就係呢個 Love Voice 嘅文字轉語音平台啊。佢基本有文字轉語音啦，或者上傳一啲嘅文檔啦，俾佢直接去產生一個語音嘅。佢有唔同接近咗300多款嘅 AI 真人 voice 啊，跟住咧佢支援到可以接近70個國家嘅語言㗎。我哋而家簡單示範啦，將一個文字內容咧貼上呢個 text 嘅 box 上面啦，跟住就選擇香港啦。香港主要都係提供2種女聲同1種男聲啦。可以設定佢嗰個高低音啦、速度啦同聲線嘅大細聲啦。設定好之後儲存啦，直接撳生成掣啦。我哋可以直接聽下個效果啦。中年好聲音3決賽今晚11日，假啟德體育。亦都好簡單，可以下載一個 MP3 檔啦。俾你自己去唔同嘅平台使用啦。如果你每次咧轉換個文字檔案咧超過2萬個字咧，你可以嘗試去 upgrade 佢個版本，都係一次性俾$9.99美金啊。提供咗200萬個文字啊，俾你轉換一個語音。而且咧仲有一個電郵嘅 support。第三個想介紹俾大家咧 Natural Readers 咧文字轉語音嘅功能平台咧就比較 powerful 嘅。佢除咗基本上可以將啲文字轉語音之後咧，佢可以做到 voice cloning噶，可以複製你把聲做唔同嘅語音檔案啦。另外就話佢可以做到唔同嘅情緒啦，俾你選擇噶。
咁啊，呢啲版本其實就需要收費付費㗎。咁我哋睇到喺內頁裏面咧，咁呢啲基本上咧就係啲貼文啦。咁我哋可以上傳文件啦、上傳圖片啦、張貼網站啦。咁佢有個 library 就係將你之前所有嘅記錄翻你所有嘅 history 做過嘢啦。譬如呢個就係其實呢張本身就係上傳圖片嚟嘅。咁佢就係一個可以辨別到圖片裡面嘅功能啦。咁你揀完之後，你俾佢 read 啦。美國普查局數據顯示，美國零售銷售4月按月上。咁你會見到咧，佢會顯示咗佢讀嘅文字。咁咧，你見到佢廣東話版咧，亦都係非常多選擇㗎。咁之前你會見到得2個女星一個男星啦。咁佢呢個嘅 Natural Readers 咧，佢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廣東話聲音啦。譬如我哋用呢個男星試一試啦，效果啦。美國普查局數據顯示，美國零售銷售4月按月上升0.1%，之前3月經上調後的增幅為%。佢有啲設定啦，譬如佢速度可以調快啊。呢啲你可以自己再試一試嘅。想講係去比較係多一啲叫發聲㗎。你有別於之前嘅平台，你可能會聽慣嗰種叫女性或者男性嘅聲音啦。我呢度提供咗好多款唔同嘅人聲啊，人聲嘅變化啦。你會可以自己慢慢去試嘅。當然啦，你用呢啲功能咧，其實你要帶入去付費版嘅，因為你免費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得1-2款咁樣嘅。你可以去付費去使用呢啲較為 advanced 嘅功能啦。Voice 聰明啦。如果當你下載嗰陣時咧，你基本上咧佢係要你 upgrade 嘅。upgrade 嗰陣時咧就係你如果用1年咧，大概$119，大約920幾蚊港紙到啦。佢都係提供咗 MP3 可以 download 啦 ，Voice 聰明啦，同埋一個叫做 Home Extension 啦。佢就裝咗之後，你可以佢可以幫你閱讀一啲網站或者係一啲其他平台上讀出嚟咁樣嘅。佢仲有商業版，商業版咧佢會更加有啲 advanced 功能，就係啲唔同嘅情緒啦。emotional voice 啦，同埋一啲佢本身嘅 editor 咧，就調節聲音咧係更加會strong powerful 嘅。最後簡單總結下3個文字轉語音平台嘅工具。多謝大家收看 System Daddy，希望你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收看，拜拜。